有关系。来，兄弟平安，咱一个礼拜前，咱先来练习咱今仔日所要唱的诗歌。咱先来唱咱的回应的诗歌255首，第二首255首，圣会独一地基，圣会独一的地基。这拢真实的信息吼。这条拢真实的诗歌吼，所以咱依然是吟转首吼，咱敢若先熟悉一下这个诗歌的旋律。再过来，咱来唱咱今仔日的第一条的诗歌254首，第一首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今仔日咱所选的2条诗歌拢真简单吼，嘛大家人拢真真熟吼，所以咱的练习就到这，请咱备办咱的心来准备今仔日礼拜。
这时就要开始今仔日礼拜，请各位兄姐将手机关机，安静咱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仰望伊，敬拜伊。上帝啊，我的心自在，我的心自在。我要吟诗，我要唱歌学乐。我的心啊，你着精神起来，轻啊，歇啊，你着精神起来。我本身要真早精神起来。主啊，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你的诚实到穹苍。上帝啊，愿你权大过这的天，愿你的荣光过全地。这时，咱要来吟诗，圣诗254首，圣诗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会众激励用全首。
咱犹原听到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宇宙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皮拉多因来受苦，定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真济，咱同声来经文第62篇，腓立比书第2章，咱做伙来交读。一然恁甲基督，既然有得到基督，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既然恁有经验上帝慈悲怜悯，恁就有上款的心志，同款的敬心，和谐的感情，一致的想法，通互我充满欢喜。毋通自私自利，毋通追求虚荣。反正着有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敖。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人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同款，用人的形体出现。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世界顶。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天顶地上地下一切的骹头拢会跪拜。这声一切喙拢传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被上帝。愿上帝赐福听谈有的话的人，愿眼光甲学路归伫伊的性命。请咱仰头来祈祷。慈悲的天父，我们要向你大大的感谢，把我们捧在手中，抱在怀里，走过一次又一次的死荫幽谷。新冠肺炎的疫情似乎已接近尾声，但接二连三的传染病又在全世界肆虐。恳求天父施恩怜悯，继续保守染疫的病患能得到良好的医疗照顾，健壮他们的自体免疫系统。保守需要隔离的人，安静他们的心，做好相关的隔离措施，也要求主祝福每一位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使他们有好的体力和坚强的心智，赐他们
足以照顾病患的力气，并恩待各国的领袖，能排除彼此的歧见，愿意共同分享资源，维护百姓生命的健康与安全。愿我们懂得谦卑回转，静候怜悯的神施恩赐福，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医治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也要再次的为教会合一献上祷告，上帝赐圣灵给南洋教会，让基督徒经历圣灵的恩赐和果子，并不是单单为了祝福信徒个人而已，更是要在基督的身体中，就是在教会经历圣灵的大能，得以过属天的生活，并借着祷告侍奉，使教会得到从神而来的权柄来传福音，转化现今的时代。主啊，求你让我们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按着神所赐的能力力量来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再次求你帮助我们，从服侍的经验中得着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丰盛。愿我们的服侍得着你的喜悦，单单为了荣耀神，如同以赛亚说：“主，我在这，请差遣我。”全能主，今日主日礼拜，我们聚集在你的圣所，再次领受你满有智慧的话语与福恩。求主开通我们的耳，借着主你所差派的仆人正道，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成为遵行主话语而蒙福的人。我们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过来，请大家，请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的话。现代台语汉字本，歌罗西书第1章21到29节。另类，恁有一时甲上帝断绝关系，心思甲伊对做歹代志。毋过现在，上帝已经通过家己的囝肉体死，甲恁甲伊好好。正做圣洁、无缺点、无通嫌的祭面，献伫伊面前。恁着坚持信仰，坚固徛在，互恁听到福音的时，所得到的愿望无动摇。这个福音已经传予天下所有的被造面。我保罗就是这个福音的采用。但我为着恁受苦的感觉真欢喜，因为我肉体的受苦是伫完成基督为着伊的身躯，就是教会受摇袂了的苦难。我做教会的采用，我对上帝领受的任务，就是为着恁，要将伊的信息完全传开。这个信息是历代以来对人类所隐密的奥秘，因为已经对伊的圣道显明。上帝要互因知影，伊为着外邦人所准备的奥秘，是哪尔丰富佮荣耀。这个奥秘是基督伫恁内面，伊是恁分享上帝荣耀的愿望。所以，阮对所有的人宣扬基督，用达款的智慧来劝诫国家是正人，通互所有伫基督内面诚侪成就的人献互上帝。为着这个目的，我靠基督伫我内面运作的大能力，尽力拍拼。愿上帝恩典的话刻条伫咱的心。这时，咱要请教会诗班学罗上帝，要学罗的诗歌是学罗永无停。
感谢教会诗班真水的学老，愿一切水的歌声献予咱全能的上帝。这时，咱要请彭长老正道。正道题目是教会是甚物？咱将时间交予彭长老。伫咧还未交予彭长老进前，今仔日是教会甲社会的主日咱教会拢用伫咧即个时间，邀请到咱的信爱成人团体来做服侍，所以今仔日的服侍对头到落尾，包括讲道嘛邀请到彭长老来为咱来分享。咱即时将时间来交予彭长老。大家平安。今日我代表信爱成人团体来做分享。我毋敢讲正道，因为讲实在，我嘛是一个平信徒，所以我讲我今日是来做分享我要分享的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教会是啥物？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教会是啥物？这篇的讲道毋是我写的，是德兴教会王牧师写的。第二部分我要介绍的是建堂，因为我即马担任新晋的长老，我有责任，就爱甲大家讲清楚那建堂的一寡细节要讲以前，我先来，讲以前，我要先来分享一个咧网络我看到的，算讲一个新闻咧一个美式足球迄个骹球的Super Bowl 就是超级杯的场所，一个记者就足欢喜，就访问到因的总教练，伊问伊讲，即个 Super Bowl 遮侪人来看对美国人来讲，运动有啥物贡献？即个总教练回答伊讲，无一点贡献都无。迄个记者搁硬去，毋知安怎个，伊继续问讲，哪会是安尼？即个教练就讲，你看下骹20个人咧拍球，咧运动，周边有几啊万人咧看，一边看，搁食物件。讲实在，需要运动的人是这几万人，毋是这20个运动员。因为这20个运动员，逐工都咧运动。毋过遮观众的，不止无运动，搁直遮。所以，这个细汉故事提醒阮的信仰是毋是安尼？你来教会，你看到中职团契来服侍，不管是服侍什么事工，你敢若咧看尔，有几个人会当落去真正参与服侍？你来教会是做观众，还是做球员？这是咱来做伙做一个简单的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一间教会咧遮。我会当来敬拜你，来教会时，求你互阮有一个心来参与逐项你愿意阮做的事工，毋通互阮诚做一个观众，干那咧看尔，干那咧批评尔。主啊，求你我甲今日的分享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引带。求你来看过，愿今日的分享会当互听的、甲讲的，
拢得到移出。我若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大家拢来教会足久啊！哎，歹势，我大概拢对啦。大家拢来教会足久啊！我哪会选这个题目讲教会是啥物？因为几啊礼拜以前，台南新学院的院长高院长来南阳区做中级的训练，伊提起伊去英国，佮转去长老教会、台湾长老教会的源头，英格兰甲苏格兰，伊看到英国教会的衰微，看到英国教会会友的年纪拢足大的，伊就咧感叹讲。安尼是毋是长老教会咧英国会渐渐消失？即个问题，迄礼拜我听到时，我就直直咧想，台湾长老教会嘛相像，即马大部分的成员拢年岁较济啊。即间教会是毋是会继续落去？会当互少年人儿童会当入来即间教会咧？即间教会是为着什么而存在？所以我在咧网络敲找即个题目。当然有足侪人、足侪牧师有讲过即个题目，叫教会是啥物？我尾后我找到即个德兴教会吴牧师的讲章，拄好牧师邀请我讲要来讲道。做见证，所以我讲这个题目会当互大家有机会来思考一下。大家来教会拢足久教会是啥物？教会甲咱有啥物关系？教会的功能是啥？想看即间咱踮伫的南阳教会，我逐定甲牧师讲。我想无呢，上帝哪会咧遮设立一间教会？因为伫遮行路10分钟，你会当行去宜兰长老教会，行去圆山圆山也无教会，哪会即间教会会存在咧遮？阮应该想看卖，哪会安尼？大家拢来教会足久即间教会已经60年上帝一定有伊的意思，互即间教会徛牢咧遮。咧问即个问题以前，首先王牧师有问几个问题，我互大家分享一下，嘛互大家思考一下。伊这是是非题，就是有对还是毋对？头一个，伊问讲，教会是一个建筑物，因为教会哪会爱建堂？因为教会是一个建筑物即间建筑物已经老所以阮一定爱建堂真正教会是一间建筑物感觉嘛毋是安尼呢？因为旧日时，我带学生去南投、去台中。嘛看到足侪教会，厝拢放弃毋过伊找一位，就咧找一个树骹，就咧聚会。所以教会一定毋是一间建筑物尔，教会的存在已经超过一间拜堂第二个问题就是，教会是伊迄群人无？对无？当然毋对毋过三不五时。阮家己拢有安尼想法，讲迄个教会安怎，中会安怎，总会安怎。当阮问即句话时，是毋是教会就是因迄群人，中会迄群
人，总会迄群人，毋是，阮嘛是一份子，阮是教会一份子，所以阮咧埋怨时，绝对袂当讲迄定人是安怎，因为迄定人嘛包括咱，吼，所以总会、中会会安怎，咱拢有责任，拢有责任去帮助咧耶稣的疼下骹来帮助教会徛起。搁一个问题，王牧师就问到，讲教会就是咱，对吧？拄仔我讲教会就是咱啊，所以这个题目应该是无毋对啊。啊，毋过定定咱咧遮聚会，咱会讲迄间教会安怎，也是咱咧遮聚会讲迄个人无来，所以当阮讲咱的意思就是一定人安尼啊，实际上毋是。教会是咱无毋对，啊，毋过所有属于教会的会友，拢是咱。这个观念已经袂当干那想家己安尼啊，应该想规个教会的合一。拄仔咧读《使徒圣经》是信甲共同的教会，迄个共同就是合一的意思。所以教会就是咱。毋是讲咱即群人安尼啊，就爱是所有教会的人拢是属于教会。所以上尾啊，王牧师就问到，讲教会就是基督的身躯，对啊毋对？当然对啊，因为即句话是咧圣经内面有记载的，是保罗讲的，伊讲。当我为着恁受苦，感觉真欢喜，因为我肉体受苦是伫完成基督为着恁的伊的身躯，就是教会受忧郁了的苦难。这是今日经文一部分。所以教会是啥物？教会是基督的身躯，是有世世代代。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连结伫耶稣基督时合一，才成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所以教会就应该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身躯，这是所有基督徒应该会有的认识。啊，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躯，啊，旧约哪会无写咧？咧新约中，则有教会这两字。啊，迄个文我问牧师讲，伊较咧是啊，我嘛毋知对毋对，这是希腊文哦。啊，毋过这字的意思是讲招主。就是呼召，所以教会是因为上帝呼召咱组织咧遮的一群人，啊，上帝咧全世界呼召所有基督徒，所以所有的基督徒拢属于教会。重要的毋是讲这个呼召这两字的意思是讲，毋是我来选教会，是上帝呼召我来。1992年吼，就是民国81年8月，我搬来宜兰，我嘛咧超济教会。啊，超车时吼，我嘛有去别间教会，甚至天主教会，因为大家拢知影我的背景是天主教会出身的。啊，不过咧开始超车时，吴明达长老打电话给我，因为校园团契吼，甲我的名单给伊，伊就打电话给我，
我就带阮太太甲阮2个囡仔来即间教会。迄阵陈一所牧师是遮的主任牧师，我甲伊讲的就足欢喜，讲我要选。啊，毋过阮太太甲我讲，这是台语教会呢，你会晓讲台语袂？我讲我汉字当然台语我听有啊，讲我嘛毋知影。啊，毋过有一间一个特别的所在吸引阮来，就是遮的主日学，因为2个囡仔来主日学足欢喜的，所以我决定阮留落来，所以我讲，毋是我选教会，是上帝叫我来的。我来遮已经30年啊，我嘛无想到我会来遮30年踮伫遮，因为我本来想讲，我退休我要转去台北。毋过上帝意思是安尼，所以阮知影教会毋是阮选的，是上帝呼召咱来的。呼召的人是耶稣，因为耶稣是源头，是教会的头。因为今日圣经嘛有讲。肢体是一个，歹势，我有走较紧一伊的身躯的头，伊是元首，这是咧毋是咧今仔的圣经内，这是哥罗斯西书第1章18节伊是教会，就是伊的身躯的头，伊是元首，是大囝。上帝予伊成做头一个对死人中国外，通伫万有中成做第一。所以耶稣基督是头一个，是大囝，是头生，伊是教会的头，伊有足尊贵的地位，因为今日诗歌内面嘛有讲，上帝成做伊到伊相像的地位。所以教会既然头是耶稣基督，所以教会嘛应该有足尊贵的地位，这是大家爱明白的，因为头是耶稣，所以教会嘛有足尊贵的地位。毋过教会虽然是一个身躯，毋过有济的肢体，所以肢体虽然济，像哥林多前书12章讲的，亲像身躯是一个，毋过有真济肢体。身躯虽然有真济肢体，毋过身躯只有一个，基督嘛是安尼。身躯原来毋是一个肢体，乃是是嘞，今日我袂晓读啊，许多肢体既然安尼，耶稣是头，咱也是教会一部分。耶稣基督的身躯，教会是基督的身躯，这甲咱有啥物关系？甲咱有啥物关系？咱就爱来思考。王牧师有讲。这甲咱有啥物关系？头一个就知影，身躯是一个，所以一个头，有足侪肢体，所有的肢体拢连接伫头，所以基督徒一定是连接伫耶稣基督。毋过咱真正是真正的基督徒吗？王牧师嘛，请阮思考，你真正是基督徒吗？伊讲，足侪人讲我是啊，因为我对细汉就受洗，我有经过洗礼，有逐礼拜嘛去团契聚会，礼拜日我会来遮敬拜，我无奉献。实际上，遮拢是表面的，拢是看会到的。拢是一款生活的方式。
伊就问讲，那会安怎算才会像讲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就应该是到耶稣的面前来，信靠耶稣，对当伫耶稣甲耶稣基督有连结，这个连结是足重要的，因为肢体甲头壳的连结是足重要的。无你手毋知安怎伸，啊你骹毋知安怎行，所以今日圣经嘛有读到这部分。咧21到22是讲，恁有一时甲上帝断绝关系，心思甲伊对做歹代志。毋过即马，上帝已经通过家己的囝的肉体的死，互恁甲伊和好，诚侪圣洁、无缺点、无贪嫌的祭物，献伫伊面前。所以今日经文嘛是强调，讲甲足清楚。阮来教会是上帝呼召，上帝希望阮甲耶稣基督有连结，连结伫耶稣基督创啥？因为伊的肉体的死已经互阮圣洁，互阮会当搁一届甲上帝连结三通，所以这是足重要的，就爱连结伫基督耶稣。虽然诗歌常常唱，讲道牧师嘛常常讲，听道的人嘛常常听到，阮真正有甲基督连结无？这是大家爱思考的，因为上帝知影。上帝要互恁知影，因为上帝要互阮知影，伊为着外邦人所准备的奥秘是遐尼丰富甲荣耀。这个奥秘就是基督伫恁内面，伊是恁分享上帝荣耀的盼望。所以上帝嘛知影，甲基督连结对人来讲是无容易的。所以伊才会讲，这是一个足大的奥秘，是足大的荣耀。既然是安尼，顶礼拜牧师讲道时有讲到，就跟对耶稣跟家己的十字架。这个经文是出自马太福音12章，讲。要地外的人，都完全否定家己，跟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所以什么意思是家己的十字架？我感觉讲，这个十字架是辛苦，也是足重的。牧师顶礼拜嘛有讲，这个故事是咧边仔有一个图，每一个基督徒拢跟十字架。缀伫耶稣，这个卡通的后边是有人锯十字架啦，甲锯掉啦，会较轻，伊尾仔则袂当过。毋过，什么是家己的十字架呢？头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得的，是你甲上帝，咱甲上帝的关系。是十字架迄支得的，是上重的部分，毋过，这只是你受洗知影这个代志了后，敢若是一个开始安尼。因为这个开始，这个十字架是较重，还是愈来愈轻？是在伫你，毋是在伫这个十字架。你会当。慢慢了解甲上帝的关系，有困难有重担，交互上帝。有闲时读经来听上帝的话，
啊，这个世界就会愈来愈轻。啊，你嘛袂感觉讲跟这个世界是活动，吼、啊，王牧师嘛讲到一个例，我嘛感觉足有趣味的。伊就讲，亲像每一个人拢有手机啊，即摆每一个人拢有手机啊。啊，手机啊上惊啥？你行行的想要拍电话，信号无啊，袂当讲啊。啊，基督徒嘛是安尼。你礼拜来做礼拜，是来到基地台啊，所以你信号足强的，牧师讲啥你拢听有，你也收到，嘛咧你的心内。啊，不过足侪基督徒行出去教会时，行出拜堂时，信号就开始断去啊。啊，拜一开始工作时，完全无信号啊。袂记啊，离开上帝啊，当然伊会感觉迄个世界愈来愈重，因为伊的连接无去啊。哦，这是王牧师讲的。伊的意思是讲，咱逐工拢应该看卖有甲上帝连接无，有强的信息来无？吼，这是真正。才是连结的基督，吼。所以，伊嘛有讲着，讲当阮咧人生重大的决定时，你会记得你是甲上帝、甲耶稣连结无？就是人拢是想讲啊，这代志遮重要，我找向来报3工。还是我去找相来斗3工，还是我家己来讲。当然，你家己会感觉迄个世界足重的。啊，即时你会当来到上帝面前来祈祷、来读经，这个世界就会较轻，吼，就会因为你甲基督连结，伊就会变轻。所以，阮爱问。王牧师的讲道有足侪问题吼，伊拢无讲答案，有足侪问题。伊讲，咱甲基督连结是安怎？咱有听见基督要对阮讲话无？啊，我有用心来回应基督的问题无？啊，这个部分我都足趣味的，因为我。看到要请大家吼做一个，无做大家讲，也是书会讲，请拍开周报。请问一下，有几个人看到周报头一面？有人看无？伊讲免看，我嘛知影教会咧遮啊，礼拜几个有聚会啊，这个方面。上重要的是咧上下骹，上下骹有讲基督徒8要，有8项代志，你应该做的。啊，这8项代志，甲这个世界拢有关系。像伊讲，逐工爱读经，常常来祈祷，这拢是上帝借着这个世界，甲咱讲话。啊，咱有委屈。有重担，莫甲上帝讲，吼，这才是这个的世界重要的所在。啊，大家有时间爱甲8个看卖，吼，啊，你就知影讲，你一个真做一个基督徒，你爱做啥？啊，今日的经文嘛有讲到一项代志，就是讲。保罗咧讲，当我为着恁受苦，感觉真欢喜，因为我肉体受苦是得完成，为着你伊的身躯，就是教会受油抹了的苦难。这段圣经有2个重点，一个是恁受苦，感觉真欢喜，为着恁受苦，感觉真欢喜。第2个重点就是油抹了的
苦难。这个头一个，保罗哪会感觉讲受苦会欢喜？啊，做基督徒是毋是受苦都爱欢喜？什么是基督又要煞的苦难？又要煞的苦难，就是讲，毋是讲基督的受苦不足，是讲这个受苦是继续的，是基督透过保罗继续来工作。因为基督受定以前，伊咧传福音时，伊做足侪工作，伊的工作还未煞，伊就互门徒来继续伊的工作，所以这是又要煞的苦难。啊，这个苦难是真正足快乐吗？实际上，阮来看一下，什么是为着恁受苦足欢喜？因为教会内面有人会造成咱的痛苦，下面一定人咧做伙一定会啦，连夫妻、连厝内的人、兄弟姊妹，嘛是有时会造成人的艰苦。啊，么你艰苦，你真正疼你的另外一半，虽然艰苦，你嘛会接受，嘛会感觉快乐。所以这是保罗的疼，伊对教会真正的疼，真正的合一，伊才有办法讲受苦真欢喜。所以彼此相疼这项代志，实际上是无容易的代志，尤其是你讨厌的人，你爱听伊，无遐容易啊。所以啊，毋过耶稣有一个新的概念互阮，就是讲爱彼此相疼。所以这彼此相疼是咱一世人一世人吼，都爱学习的功课啦。吼，这是彼此的关系。所以彼此的关系咧，是一家顶，是咧正平环迄角啦。迄角就是讲，咱甲教会内面所有的人彼此的关系。啊，耶稣伊嘛会帮助咱来克服这个困难，这个无容易的部分，因为咱是伊身躯的一部分，所以咱艰苦伊知影啦。哦，你枕头啊疼，头壳一定知影的啊。啊，所以伊会帮助咱，互咱会当克服这个困难，会当互咱知影讲，真正感觉讲，虽然受苦，啊，毋过真欢喜。哦，这个是第二部分，咱甲彼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咧一个身躯顶悬。啊，上尾啊一部分是一个倒边这边，这边的关系是啥？咱甲教会以外的人的关系，吼，这个就是以外人的关系，就是还未信主的，这嘛是教会伫咧宣扬的讲要传福音。传福音嘛，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嘛因为传福音，足侪人会受苦。啊，我有听过一个故事，迄个牧师是应该是校园的牧师啊，吼。伊讲伊去做兵啦，啊，新兵训练，啊，坐6个人一组啦，啊，伊食饭吼，都爱祈祷。哎，头一天，班长来话开动，伊就开始祈祷，祈祷煞，
菜拢了了，拢无通食，别人拢抢去啊。伊就感觉讲，吼，害我祈祷者，害我腰腹肚呢。啊，毋过伊是一个足虔诚的基督徒，伊虽然腰腹肚，也是坚持讲第二顿，伊也是祈祷。啊，即摆伊举头起来时，有剩一寡菜啊，吼，啊，搁加几工啊，等伊祈祷起来时，发现讲，逐个人拢无叮当，咧等伊祈祷。这就是对无信的人的一款的传福音，吼。虽然你受苦，啊，毋过你嘛咧传福音。所以教会是基督身躯的第三个重点，是教会以外的人。教会以外的人，甲阮的关系，实际上基督嘛是安尼。基督在世时，足侪人嘛毋是真正咧信主，啊，毋过伊咧世间传福音，嘛关怀身边有需要的人，有欠缺的人，摆骹会行，青面会看到，拢是伊关心的结果。所以，伊嘛为着这去受苦。虽然伊传福音，伊医治人，啊，毋过法利赛人就攻击伊，上尾啊害伊去钉的十字架，伊嘛受苦。吼，所以知影讲传福音受苦是基督，是咱是伊身躯一部分，一定会拄着的。所以教会会当做啥？这个十字架讲起来，就爱对伊。啊，教会会当做啥？啊，这个是旧的周报头前你看到的是5个圆箍啊，就是讲教会甲咱，教会爱教导，所以有主理啊。主流毋是干那囡仔、青少年嘛尔，嘛有成人呢。我真感动是李长老退任了后，伊就逐礼拜都咧开即个主理啊，伊就是一款教导。啊，教导实际是讲是上帝照着每一位教导的人来甲咱讲话。啊，第二个是敬拜，礼拜来，啊个敬拜无一定是礼拜来遮，你祈祷嘛是一款敬拜。啊，你祈祷的开始，你应该学了上帝，啊，再甲你的苦难，也是你要做，你要想的，甲上帝讲。所以第二个教会的功能是敬拜。所以咧新的拜堂的规划内面，我已经有写落去祈祷诗，就是希望说教会有一个细细的所在，会当互人去祈祷。当然，拜堂嘛会当祈祷，吼，因为这是教会的一部分。啊，咱甲彼此的关系就靠团契，所以足侪人，我嘛希望讲每一个会友拢会当咧一个团契内面，你去瞧者倒一个团契较吸引你啊！啊，圣爱心团契本来是属于大家的啦，啊，迄阵我看中信伊讲，25岁以上的拢会当属于这个团契。啊，毋过因为早前的迄个团契人拢年岁大，啊，少年的拢无入来，所以这个团契行一个停一个。啊，对2-3年前，阮开始团契，尤其是单位里长老斗相共，有一个周氏小组。啊，引真姊妹斗相共有一个亲子小组，所以即马性爱成人团契主要的工作拢是咧遮小组内面。啊，本来每个月我有安排一届团契咧礼拜后的时间，啊，毋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拢停起来。希望明年已经慢慢啊，大家拢有注射。就会当搁恢复以前的团契的生活。啊，教会甲
教会以外的人，都是爱传扬福音，服务社会。所以才有今日的特别奉献主日，是教会甲社会的奉献主日。实际上，这个主日嘛是咧实践教会第5个爱做的供应，就是服务社会。吼这个即马改做8要时吼，下骹嘛有足几啊项是拢是服务社会的代志。所以，这个5个部分，5个供应是教会真正是基督身躯的意义。因为耶稣咧在世时，你看新约福音，耶稣有做所有的代志。教会嘛应该做有诚侪所有的代志。所以咧，今日圣经的上尾啊，27节、28节有讲，所以阮对所有的人宣扬基督，用逐款的智慧来劝诫国家正人，通互所有伫基督内面诚侪成熟是咧成熟的人，献互上帝。所以你看，这个是基督内面诚侪成熟的人。的中文就是说，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好，为着这个目的，我靠基督伫我内面运作的大能力，尽力伫拍拼。注意伊是尽力咧拍拼，毋是讲伊都足顺遂，伊一路对耶路撒冷出发去传福音时，伊嘛受足侪苦的，伊尽力安尼伊靠啥？靠基督伫我内面运作的大人咧，是咧，今日台语安怎转袂过？所以教会是基督身躯的真正意义。有遮侪代志爱做，谁来做？足侪人都跟时日讲，我来做。伊愈讲就愈重，上尾伊可能倒去，可能埋怨，伊袂记的。实际上毋是咱咧做，是基督咧做。连保罗伊就讲，是基督迄个你伫伊的内面所互伊的气力，所以会当做。所以教会当做啥？保罗讲真简单，尽力就好嘛。用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教会，学习甲教会，学习耶稣做伙来听教会。耶稣会听咧教会时，教会就会起来，因为耶稣是教会的头，甚至因为安尼受苦。你会真正感觉快乐，因为福音会当传出去，会当互搁较侪人知影上帝的听。经过这受苦，这过程，你会感觉伊的奇妙，你会真正感觉讲，咱是伊身躯的一部分。这是王牧师讲道的上尾啊。到这我就爱甲大家问讲，来阳教会当做啥？因为来阳教会咧遮60年啊，当初上帝哪会来遮设立一间教会？伊要创啥？摕这5个教导有啊，有够济无？毋知影。敬拜有啊，团契有啊。传福音嘛有啦，加减咧做啦。服务社会咧，有时有做啦，有时袂记的啦。
这是教会应该爱想的。所以，过来我要讲建堂，因为建堂是为着未来的20年、30年，甚至60年来做的。啊，因为台语我喙齿夹着，所以落去我要用华语来讲哈。南洋教会可以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建堂？我们在这边这么久，凭良心讲，这块地很值钱，这块地值几千万，甚至可能1亿。啊，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建堂的规划头一个，就爱去想讲未来20年、30年、50年、60年，教会要做啥？小会嘛咧讨论，牧师嘛会分配，小会嘛每一个长老都分配一部分来想讲教会未来要做啥。好，像阮，因为我负责礼点，所以我咧想讲拜堂应该换大间，拜堂应该是安怎的？不管形式是安怎，啊，毋过伊的大势应该是爱去想的。啊，即摆哪会需要建堂呢？头一个是即摆的空间无够，大家相帮，啊，主要要各开一班，都找无所在。你当要讲一个新型的主流，都爱去地下室，因为无所在啊嘛。第二位是建筑法规的修改。讲实在，我即间教会我有去问过啦，去地政处去问过，真正要清足侪物件是教会袂啊，消防也不合格，啊，残障也不合格，甚至耐震都不合格，因为有很多建筑法规改的非常多。像韩西教会，他要盖的时候，他们对韩西教会就是韩西那边的人对教会就有一个要求，说你要在7级地震的时候，所有房子都倒了，教会不能倒，因为教会可以做避难所。这个就是法规的改变。啊，阮家呢，我有问过建筑师，特别来看，他说这个5、6级还不会倒了，7级就不敢讲了啦。好，啊，所以因为这3项教会一定爱定起，不是钱的问题，实际上头一个问题是人的问题。我已经70岁啊，好，愈来愈衰微啦，好，啊，少年的会当入来袂？所以阮即马请陈安入来，陈安咧帮我规划足侪细节啊，吼，啊经费来源有无？向来管这个经费，大概建堂上尾啊会差的，就是你钱乱开啦，开迄遮开迄遐啦，啊是安怎控制？这嘛是爱想的。啊，咱来看即摆的教会，看看现在的教会。这间教会的地坪有280坪，还不算旁边那个国有财产局的水沟啦，本来我嘛想孝顺这地啦，这地加落多好300啦。啊，现在的拜堂是50坪，53.53，嘛包括后边石板的，所以拜堂内边实际上差不多50坪啦。啊，教育馆呢？教育馆3站，用迄个地质图来算，啊个当初蓝建筑师留落来迄个图来算，差不多有132坪啦。所以加起来总共差不多185坪咧用。啊，我拄仔有讲过，这185坪无够用啊，所以新的拜堂是要起偌大？啊，会当起偌大？都爱问啊，法规安尼规定啦，啊，遮无改着吼，因为
拍谁？这280平应该省0.6啦，因为这照土地利用的规，哈，好，再下一页小。我拍谁？牧师有甲我解解，就是照280平来算，60%，差不多168平的空间会当起偌济？起3倍啦，3倍就是500平左右啦。这是起满啦，法规会当互阮起的，起满是500平啦。所以比即马来讲是足有够啦。实际上我咧想教会差不多300到350都有够啦。咱是毋是爱甲500拢用去？这是未来建堂的小组爱思考的，因为时间是安尼啦。60周年开始，大家同意讲拜堂应该起啊，已经中了要过2年去啊。虽然足侪会友开始为建堂咧奉献，毋过准备咧，我是安尼算，22、23、24、25、26，差不多有6年的时间。6年的时间创啥？准备募款。加我要讲一个见证，我要说一个见证哦，这个是我在灵粮堂的这个一个会议里面听来的。他们有一位传道，一位女的传道，那时候还很年轻的时候，她嫁给他们教会的会友，是个医生，医学院刚毕业的学生。因就结婚生一个囡仔，这个医学院的学生第7年线都要去做兵，做兵迄阵做兵是2年，靠成功岭的安尼靠的差不多20个月嘛。所以伊甲伊先生就参详讲，即马我有囡仔，我就袂当做啥物嘛吼。你无伫的，我要一人带囡仔，我专心带囡仔。所以你这20个月是要安怎过？因算差不多1个月1万，1万讲来，阮请看卖，请到20万，就准备了20万，每个月用1万。这1万呢，7000块是房租，因为台北房子很贵，所以实际上只有3000块可以用，这生活就有3000万，3000块，他想说只有我跟我的小孩也可以过了。可是这时候灵粮山庄要盖，灵粮山庄就有一个特别的呼召，希望每一个会友可以每个月奉献一个固定的金额，奉献几年，这样几年加下来以后呢，就可以帮灵粮堂盖1坪的建筑物。所以迄阵数字来2400块，2400块每个月，你要承诺你要奉献。这时这个福林人就艰苦了，因为伊早3000块过日子2400块去奉献，就剩600块600块要过1个月，就较艰苦一丝。尤其咧台北不过伊祈祷，伊认为讲上帝，上帝就带伊读经，伊拄读到倒位，读到新约内面有一个奉献2个小钱的寡妇，大家记的。迄个内面特别讲，这个2个小钱是家用的小钱，都是伊生活的2个钱，伊去奉献。伊感觉讲耶稣就学了这个福音人嘛，所以讲我嘛要安尼。虽然我奉献2400块，足艰苦，我嘛是签落，
我一个月会当奉献2400块。啊，伊先生做迄阵做医官吼，医官吼，一个月大概1000块不到啦。我嘛做过军官，我知影。啊，所以伊讲可能勉强会当活啦。伊就祈祷，伊就足安心啊，伊就签了啊。啊，同时呢，他的先生哈，就在澎湖被分发到澎湖的军医院。那他因为知道他太太只剩600块过日子了，他就跟他太太说：“要不然这样好了，这20个月你搬到澎湖来住好了。啊，澎湖的生活费比较便宜嘛，房租也比较便宜嘛。你想想我会使啊，我来去澎湖嘛，无要紧。啊，先生咧澎湖做兵啊，伊就答应。啊，先生讲啊，你要来，我就爱找厝啊。”啊，伊就去澎湖的教会问牧师，甲牧师讲：“我是一个军官，好来遮服役的。啊，我太太是一个传道人，啊，又带一个囡仔，想要来遮，啊，要找一个所在来住。”牧师听到啥？毋是传到讲伊要找厝，牧师听到讲因太太是传道人，好欢喜到安尼。伊讲。你知影？我迄牧师讲啊，我咧祈祷3年，讲教会爱一个女的传道人，女的传道人，拢无人要来呢。澎湖上要来，尤其是福林人啊。啊，你太太要来的话，我就马上聘她做传道人。啊，她可以住教会啊。我以前听了就欢喜的。所以就甲讲，伊就会飞去澎湖啊。啊，教会给他的薪水比他先生还要高哎。他说我一辈子只有这20个月，我薪水比我先生高。20个月了后，伊当然阁留喺澎湖一段时间。啊，毋过伊做见证，讲我准备的20万1仙都无用着。我每个月嘛是2700块来奉献。所以我认为讲，这个时间大家都要开始想讲要安怎来准备建堂所需要的金钱。啊，差不多2023年、27年时，都要起啊，甲开始起啊啦。啊，差不多差不多2-3站的，还是4站的厝吼，差不多2年会当起来啦。啊，搁装潢啊，装各种装置吼，差不多2030年会当起好。啊，2031年拄啊好是70周年会当献堂。这个是一个大概的时间表啦，互大家参考啦。这是我规划的吼，我袂甲小花讲啦，因为我准备今日讲道才准备的吼。啊，经费咧，经费我来算吼。讲500平哦，啊，陈安有甲我讲啊，即马建造的土木吼，敢若空的厝吼，一平吼差不多12万啦。啊，到遮有诶无诶吼，啊，消防啊、船长啊啥，都差不多一平爱6万啦。所以起即间拜堂一平的计小至少是18万啦。当然，如果物价上涨，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总经费差不多9000万以上啦。迄是拍算讲500平拢起啦。啊，假如教会只要用350平，当然经费就会降下来。啊，我们就要建堂的小组就要好好的思考。啊，我们现在大概有1200万了。所以呢，我自己已经决定了。除了11奉献以外，我每个月要奉献3000块建堂，3000块建堂1年就36000，啊，建堂一共募款要6年，我刚好可以奉献1坪，就是你是以外，你另外奉献3000块一个月6年，你会当帮助教会起1坪的厝。这是我的想法啦，我可能我家己嘛会安尼做啦，
啊，嘛呼吁大家，你想看觅你的人流有偌济，你会当安尼奉献无？因为我嘛无讲你一届奉献1000万、100万，迄伤济啦。你一个月加奉献一丝啊，6年的时间，6年有72个月呢，吼，你会当互建堂需要的经费较容易会当起来，吼。歹势。上尾啊，我来做一个结论吼，就是咱乡教会当做啥？吼啊，咱乡教会这5个功能真正发挥出来时，咱乡教会会变做这个地区、这个社区，甚至南乡区的祝福。诚侪一个所在会当传福音，啊，做社会服务，啊嘛希望未来开始规划即个事工时，会当对这5个来思考。咱做伙来祈祷。主啊，阮伫天顶的爸啊，阮真正感谢你，互阮咧遮有一间教会，互阮会当咧遮成长、连结，甲你做伙。主啊，阮毋知影，阮仔咧敲测你的旨意，咧未来的20年、30年、50年，你要即间教会做啥？啊，毋过阮知影，阮甲你连结，阮就会当一步一步的成长，诚侪一个成熟的人。主啊，阮恳求你，互阮会当明白你的旨意，会当真正扛即个十字架来綴你一世人，得到你的学乐，得到你的接纳。主，阮感谢你，阮感谢你今日甲阮做伙的时间，阮的祈祷恳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来甲时间献予牧师，歹势，今日代志无遐认得。是，咱各位来回应上帝话，吟诗圣诗25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请会众起立因全首。主
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咱请林哲熙弟兄、吴颖珍姐妹。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赏赐的在你，收取的也在你。愿我们今天所奉的奉献能够蒙你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咱来读本周经句。来，咱做伙来读。上帝要互因知影，伊为着外邦人所准备的奥秘是哪尼大丰富搁荣耀。这个奥秘是基督伫恁内面，伊是恁分享上帝荣耀的愿望。过来，阁是延伸的报告。咱今日有头一届来到咱南洋教会的朋友无？哦，好，谢谢。顶周的聚会甲出席吼，请大家关心甲参与。过来都是看肢体消息甲带导诶部分。报告书行哈，第一个本主日是教会与社会奉献主日，哦，礼拜中特别安排由本会信爱成人团契参与各项服事，请兄姐为本会关心跟代祷以及奉献。第二，本主日礼拜后召开主日学的教员会议。第三，27日礼拜六的下午5点半召开小会，请小会员预备心。下主日礼拜后召开长执会，请长执预备心。肢体消息，请大家参阅，尤其是在好，请大家参阅代祷事项，也请大家看代祷函。好，接下来是祝福公祷。哦，拍谁，来过哈。那我们再介绍一下吧，让大家更认识你。没有关系，
迄个陈牧师，七美教会陈牧师，哦，最后对。桂智老师的儿子。咱即马继续来祝福公道，全能又慈爱的上帝，谢谢你再次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为全世界祷告，求主保守深陷在战乱、天灾人祸、传染病的人们，求你带领软弱的人民能脱离苦难，回到安居乐业的生活。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国家来迫切祷告。2年一次的大选又快要到了，求主保守有爱心、有担当的政治人物来为我们服务，千万不要再次撕裂这块土地。让我们透过主你所应许的选举，使台湾成为行公义、好怜悯的迦南美地。我们要为南洋教会献上祷告，求主保守我们所有的事工以及未来的教会建堂，能时时符合上帝的意念，好让更多人成为神的儿女，成就基督的大使命。我们要为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主纪念这些虔诚仰望你的孩子们，即使在病痛苦难中，仍不放弃追求主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听祷告的主，医治的主。我们衷心的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让我们接着，咱这时要来用上营389首，学罗上帝至权至圣，过来请牧师祝祷。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以后要请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必回。